静！石头！段飞，没事吧？里面有人闹事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里面有人闹事儿。他以后还敢不敢去商场搞什么案子？于志同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于志同，您先不要激动，我就是于志彤，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。这个臭小子也去了。罗健，你赶紧去看看去。好，先进去。你就是云世彤。还我血汗钱！老先生，你先冷静点。冷静！冷静！怎么冷静？石头！段飞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基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笔录也已经做了。你受伤了，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，后续的情况你们去公安局做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慢走，慢走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我们也去医院，快点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哦，我是。哎，病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事儿，他只是皮外伤，但是他非要跟一个叫做张福顺的住在同一个病房。张福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是。喂，秦雪。喂，石头，段飞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你要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明天过去。一定要来公司啊。明天见。今天上午11时，中年男子张某在铜陵旗下大型商场与跳楼闹事未遂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发布的画面。徐乐海，你马上准备一份张福顺的材料递给我，要完整的。还有，给段飞也发一份。好。
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忙帮你叫护士？大叔，你为什么要选择闹事呢？你为什么不向公司领导反映情况？反映有什么用？领导们都忙，哪会理会我们下属员工呢？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大叔，我是红鼎集团安保部部长段飞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，没准能帮到你。不用了，没人能帮到我。大叔，你看看你腿脚都动不了，我呢，胳膊动不了，我们是病友，互相帮助吧。哪位病人需要帮助？哦，你帮我解开吧。不行，如果现在剪开绷带的话，你的伤口会发炎的。不会发炎的，赶紧的，难受死了。今天就是收获天，我也不会给你剪开。你不剪我自己剪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老老实实躺着。拿水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我给你把固定的吊带剪开。好。不用挂在上面，但是绷带是肯定不能拆的，不然的话，伤口感染了，容易好受。谢谢啊。谁啊？老大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挺好的。死姑姑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回你开车，不你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楼下保安跟我说什么吗？怪我了。小九，没事，你们聊。不是老大，你给我，哎，老大给我评不起姑姑，他什么人呢？你招揽他就不能。别吵了，你后面藏的是什么呀？快拿出来。啊，你最爱的棒棒。怎么样？你贴心吗？多少？老大。